镜头转来到国内，马华风台才拄走，不过后礼拜二，南海到菲律宾的东边可能会阁出现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敢会真做风台呢？就阁爱观察。按照根据天气的预报，6月中透西南风，阁受到风面的影响，各地头都有可能会落雨。不过南部敢会当挤喙焦，嘛要真歹讲。马华风台才拄啊走，气象专家加新兴指出，后礼拜二南海加菲律宾东风可能有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下礼拜一、礼拜二应该有机会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下礼拜三、下礼拜四的时候发展为这个台风的机会是有的。我们会关心说它会不会靠近我们台湾附近的海域哦。那当然现在资料看起来它并没有靠近我们台湾啦。南部可寒还未解除，根据目前预测来看，6月中西南风加风面影响的机会较大，各地拢有落雨机会，尤其是西北部有可能局部大雨发生，到时阵各地水库有机会解垮。这个热带系统如果说发展比较强的话，可能对于这个梅雨锋面的话是不一定说是会有直接南压到台湾的一个状况。根据性能指标显示，5月到7月出现性能几率达到8成，继续到寒天有7成的几率。无论是风台形成总数、侵台风台总数、甲风台形成位置，拢有可能受到影响，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